爆機失敗，日本隊敗走凱旋門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集嘅賽後情書法國番外篇。如果有留意日本馬嘅馬迷，就應該會知道日本馬壇對於凱旋門係一種近乎瘋狂嘅執着，因為就係差佢就爆機，所以日本馬挑戰凱旋門就好似一套大型連續劇咁。你明明知道日本馬實力係好強，亦都相信佢終有一日係會攻陷凱旋門，但係就唔知點解贏極都贏唔到。日本喺呢56年嚟，總共派出咗31匹馬去挑戰凱旋門，由1969年嘅速度象徵跑第11名開始，56年嚟從來冇放棄過挑戰凱旋門。而要數到近年最接近，亦都係最出名嘅，就一定係大震撼同埋黃金巨匠。先講大震撼，我相信就算唔係好熟悉日本馬嘅觀眾，都應該有聽過呢一匹日本傳奇馬王嘅名。呢一匹7項一級賽冠軍喺2006年跑完寶塚紀念熱身之後，就正式進軍凱旋門大賽。可以見到呢一場大震撼係刻意留喺包尾，留前鬥後嘅方法，去到最後700米先正式加速入直路比友，抽出去外檔，最後以4個馬位嘅姿態擊敗第2名嘅成田世紀。可以話個姿態係十分誇張。日本傳媒甚至係世界馬媒都覺得呢一匹係日本打爆機嘅最大機會。據聞當年其他對手聽到大震撼個名都驚，最終只係得8匹馬出戰當年嘅凱旋門大賽。但係武豐唔知做咩事啦，可能馬少，無啦啦改變戰術，唔係用一個最擅長留後爆一段嘅跑法，反而走咗去放頭，搞到最後力弱，俾鐵路連線搶 win 得手。最終以第3名過終點，而更加可惜嘅係大震撼賽後體內被驗到有違禁藥物，就算幕後點樣抗議，最終法國馬會都係取消咗佢凱旋門大賽跑第3名嘅成績，都可以話係相當可惜。再講黃金巨匠，係出自日本好出名嘅黃金家族，出名在於黃金家族隻隻馬都有古靈精怪嘅脾氣，包括過咗終點之後嘗試拋個騎師落嚟，見翻以前個騎師又會踢佢等等，有機會我都想開條片講下黃金家族。雖然佢哋嘅脾氣古靈精怪，但係佢哋每一匹都係天賦異稟嘅馬。作為6項一級賽得主嘅黃金巨匠，當然都有一個凱旋門嘅爆機夢。而黃金巨匠都可以話係日本賽馬史上最接近凱旋門嘅一隻。雖然2次挑戰凱旋門都失敗，但係最可惜嘅一場當然係2012年。最後50米輸俾蘇林美亞嗰一場，因為黃金巨匠喺3歲就已經達成咗4冠嘅成就，喺出賽前就已經係被認為奪冠大熱。黃金巨匠都係保持翻佢原有嘅跑法，蘇銘倫都係將佢留喺後邊外碟，入到第4個彎先開始發力。300米嘅時候一度衝咗出頭，如果保持到強勁嘅走勢，係真係好有機會圓到凱旋門爆機夢。但係領先緊嘅時候，突然間內閃減速，搞到蘇銘倫都拿手唔成勢，最後20米俾蘇林美亞揮 back 翻上嚟，輸半個馬位。而呢半個馬位都可以話係日本史上最接近凱旋門嘅一次。而喺黃金巨匠之後，日本亦都再冇一匹馬可以咁接近凱旋門。好啦，去到今年啦，日本隊今年3路輕兵，包括有帝國夢、耀木帝同埋呼聲最高嘅應屆日本打比冠軍北十字星。而北十字星喺之前贏咗凱旋門嘅前哨戰，令到日本馬迷信心大增。唔通就係今年？但係正所謂期望越大就失望越大，唔知北川仔係咪受到佢前輩武豐嘅感召？出閘好快嘅佢，跟住走咗去放頭。其實我都唔明佢點解要放頭，又唔係想大逃。放頭亦都唔係隻馬最好嘅跑法。眼前呢一幕突然間浮現咗大震撼嘅畫面出嚟。而跑得最好嘅帝國夢起步慢咗閘之後，就一直守喺內欄包尾嘅位置。而入到嚟直路，北十字星喺最後300米其實就已經冇力，開始墮退，跑第14名。而帝國夢明顯喺內欄係追得冇咁好。但係都追翻個第5，最終就係巴米高隻德令星同埋蘇銘倫嘅歌劇一姐喺最後50米單打獨鬥，巴米高險勝。
順帶一提，其實北十字星上一場喺凱旋門前哨戰贏嘅就係德令星，但最終德令星都可以笑到最後。日本隊要攻陷凱旋門呢套大型連續劇又要拖到下一年，真係唔知幾時先達結局。其實我認為日本隊最可惜嘅係春秋分冇去跑凱旋門。的確今屆嘅失敗固之然會令好多日本馬迷好失望，但其實大家都知呢三隻馬根本就未去到怪物咁嘅級數，強如北十字星咁，其實佢都未必去到大震撼或者黃金巨匠咁嘅實力。其實要有呢一兩隻馬嘅實力，再加上些少嘅運氣，先有機會可以贏到凱旋門。而上一隻可以咁有統治力嘅日本馬就係春秋分，呢一隻可以話係近年甚至史上最強嘅馬。無論後追定係好似杜拜司馬經典賽咁嘅放頭跑法，爺馬嘅姿態都可以話係十分誇張同埋輕鬆。但係好可惜佢已經退役做咗種馬，如果唔係佢應該係最有機會可以幫日本隊爆機圓夢嘅一隻。不過以日本育馬咁勁嚟講，要再培育下一隻春秋分爆機都只不過係時間嘅問題。我哋即管睇下呢套大型連續劇可以幾時大結局。今集嘅賽後情書番外篇嚟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期見。